你可能会因为一朵乌云遮住了珠穆朗玛峰的山尖，因为一片残阳沉落到陈塘沟的山涧，因为一卷阴云笼盖了卡若拉冰川，因为疫情带来萧条早寒至，因为这些种种而觉得遗憾。但是别怕，日喀则应该永远期待明天。我们倚靠着世界第一高山，多情错犹如蓝宝石镶嵌在这片土地。帕里草原带来了广阔的天地与视野，所以倘若疫情如云，那么云来山不怕，云去山如画，山阴云晦明，山定云高下。日喀则，等疫情结束，做回我们的如意庄园吧。抖音